迎收睇新聞米。我哋即刻睇下有啲咩新聞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喺今日公布咗最新一期嘅政黨知名度同評分，而學聯喺10月嘅統計入面咧係第一次登上知名度嘅榜首啊！點解我哋唔諗下係咪可以直接去揾北京質問點解有人大框架不予撤回？咁調查啦，訪問咗2000名嘅市民啊，經過2輪嘅調查啦，學聯嘅知名度咧係最高嘅。咁而另外一個學生組織啦，學民思潮咧就排第5啊。工聯會、民建聯、民主黨、職工盟同埋公民黨嘅評分全部都跌到去第一次上榜以嚟嘅新低啊！咁有網民啦就問話學聯係政團嚟嘅咩？乜唔係學生團體嚟嘅咩？不過如果係嘅話，我都會投你哋一票嘅。但係似乎呢個佔領運動令到政團咧有全輸嘅局面喎，因為學聯雖然係排第一啦，但係其實都係得47分嘅咋，即係市民咧開始信自己，其實佢哋係按緊自己嘅常識去判斷運動嘅方向喎。不過日久見人心，如果係有心為大眾嘅話，自然就有人睇到啦。就好似以下落嚟呢一位嘅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 咁樣啦，佢喺前日宣布咗要增加旗下基金會對抗瘧疾預算嘅30%啊，去到每年咧會超過15.6億㗎。Bill Gates 仲話：如果我有生之年仲未見到消除到瘧疾嘅話，我會非常之失望啊！咁佢咧亦都話啦，有部分嘅患者咧帶有瘧疾病毒咧係唔會有任何嘅症狀㗎，所以咧會好容易令到瘧疾咧散播啊！佢希望咧科學家可以研發出啦清除瘧疾寄生蟲嘅藥物啦同埋疫苗啊！至於近日肆虐西非嘅伊波拉病毒咧 ，Bill Gates 呢一個基金會咧，亦都已經撥款咗5000萬美金嚟作為研究治療嘅方法同埋疫苗。咁根據咧福布斯雜誌嘅全球富豪排行榜啊 ，Bill Gates 咧仲係今年嘅全球首富啊！有錢人用錢嘅方法咧，真係可以好唔同㗎。有人好似 Bill Gates 咁咧，就揀咗做善事喎。不過有人咧就賺極都唔夠，就好似香港嘅首富阿成哥咁啊。成哥咧最近又有行動啊！佢喺調景嶺嘅港鐵站啦，759亞信屋附近嘅商場入邊啊，開咗間叫做知味街嘅日韓零食店。知味街咁細間鋪，點睇都唔似成哥嘅喎，你又知係佢開？我本來都唔知㗎，但係原來入邊係收2上錢㗎。突然之間，師傅明白了。呢一次知味街衝出咗百佳獨立發展，仲要開喺亞信屋隔離喎。有傳聞仲話佢係特登揾人去日本度掃咗80個貨櫃咁多嘅零食翻嚟，係亞信屋200間分店3個星期嘅入貨量啊！而知味街佢嘅目標就係開夠50間咁多。哇！其實長實咧有咁多個商場啦，逐間咁樣開嘅話都冇得同佢鬥㗎喎。其實李嘉誠用知味街攻入零食市場，擺到明咧就係想同亞信屋練過啦。呢一間知味街其實真係開喺亞信屋嘅附近㗎咋。不過我又咁覺得嘅，如果佢係賣得夠平嘅話，相信消費者咧都會無任歡迎，最後得益嘅都係我哋啫。不過就會助長咗李嘉誠嘅霸權咯。不過759啦，佢有茶餐廳啦，又有化妝品啦，而家仲有人發現咧佢係賣日本嘅時裝啊。其實都咁多元化，應該都仲捱得住嘅。係啊。最近高登仲開一個 speed dating 嘅活動，叫做相約在聖誕緣分計劃。聽聞咧已經有86個 match 㗎啦。咁今個禮拜5啦，7號咧就會有結果公佈㗎啦。咁有巴打仲話期待過等出糧啊！會唔會到最後全部都係嘻嘻配對㗎？不過咧都好過有259個參賽者係被評為0分，陣亡啊！咁咧，我有朋友咧都話佢想參加，佢話唔想過 Lonely Christmas 啊！你的朋友係咪就是你啊？不過咧，我想提醒下你個朋友咧，報名已經完結咗啦，當冇緣分啦，或者你個朋友可以等下一 round 嘅。我覺得咧 speed dating 咧最緊要係有笑容同埋禮貌啊，唔好嚇親人啊嘛。咁今晚9點鐘會有 Henry 同埋劉墉嘅特備節目，會講下美國中期大選啦、5區公投啦，同埋學聯北上㗎，千祈唔好錯過啦。拜拜。